世界萬行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黃平仁。你講我們咧博股票，亞洲股市大跌當，到底是晶片 AI 資金過頭懸，也是真正的產業革命也未使出棚？嘛，閣有中國記憶體甲晶片對兵來串關。今仔日四位專家學者到底來討論。來，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 IC 設計科技業的總經理吳金英。大家好，主持人好。那麼第二位是台東大學電機工程系助理教授張慶玉。平日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科技專欄作家林秀明。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資深的媒體人蔡玉珍。主持人，大家晚安，大家好。繼續咱來看今日股市是安怎呢？先對美國看去，美國聯準會投票通過維持利率，不過這個算是頭一回有3票反對。啊，美國的股市四大指數拜三總落，今仔日台灣的股市盤中雖然有起超過1000多點，收盤也是落在105點。摜破4萬點。美國聯準會主席華喜上任以來主持第2場 FOMC 會議，不過甲頂擺會議針對利率無變，全部無意見通過比起來，這屆出現3票反對票，主張應該升息1碼。We understand that the 5+ years of inflation above target cannot be cured in 9 weeks, or by a single month of modest price decreases. This Fed will not waver. 聯準會鷹派官員的言論引起市場看賣的情緒躍升。唔那拜三美國全面收烏，道瓊指數閣較重挫1153點，比較美國首日拜四亞股是規個反彈，由盤轉起，韓國盤中捌起超過5%，一個捌起超過2%。台股對開盤上加39404點，一路衝關1000點，轉來到41155點了後，起勢收縮，指數佇個4萬點起起落落。韓國股市已經企穩反彈的情況之下，台股在這個地方如果能夠這個守住半年線3天低點不破的話，那麼行情呢就有渴望進一步的一個反彈。國內跟國外的政經的情勢，我們密切的關注。如果有一些失序的狀況，我們會做適度的來處理。專家分析，比較前幾天台股開盤的重點以科技股為主，拜四正做帶動台股起勢的先鋒。寬達股台積電盤中上懸2260塊起60塊，聯電起停112塊半。隨報這回美國聯準會利率攏無調，有學者指出，美國聯準會委員的鷹派言論加重升息的壓力。一旦負向的衝擊會慢慢的發生，那對於過去正在大幅投資的這些產業來講，那他們會不會改變他們的投資決策？學者指出，美國通膨的問題等咧出現，若是美國以升息來壓制通膨。而且升息的幅度若傷大，可能會引起企業倒去，甲影響就業，就要慎重判斷利率的動向。記者綜合報道。雖然咱起頭是對美國的股市甲聯準會甲因的通貨膨脹，這個問題開始講起，不過咱大家呢上感受的就是講，奇怪，這個股市哪會安尼？哇，敢若坐到這華語咧講大怒神啊，吼，是過頭燒。還是講其實是總是愛休困一下，所以大家是回動啊爾。還是講無咯，這就是因為這個 AI 其實到目前為止我看無頭，唔知影到底是真正的應用個什麼，所以才會大家講緊收收的，有趁錢就好緊收收的。我們雖然呢，我今日是這個業中的人，嘛唔是做股市的，但是你對產業界你家己的見解，我跟你講哦，這主要即馬即屆即個規個股票吼，落到遮嚴重哦。坦白講吼，你若甲迄個 AI 的迄個產業內底的人，比如講吼，我舉例啦吼，若講哦，迄個 Jason 黃仁勳啦吼，還是迄個蘇姿豐 Lisa 蘇吼，你問看覓，比如講吼，前一陣啊，迄個緯創吼，林憲明係阮朋友啦吼，林憲明佇迄個美國啊。
哦，伊就是講當好啊，攏完全攏看無迄個泡沫哦，把無攏無看吼。啊，所有業者大家攏講 AI 足好誒，讚，但是有一個問題吼，比如講哦，其實咱講起來吼，這波吼，這個股市咧落吼，佇台積電吼開伊個華碩會的時陣吼，結果變做華會，所以華碩會發會拜拜啊！哦，等於就是講伊華碩會了吼，伊拜四華碩會開了，拜五股票大人。啊，台積電的迄個華碩會的迄個啊，咱來講吼，迄個數據是非常的水啊吼，對啊，迄個毛利率吼。差不多要到68%吼，啊，伊當然吼，迄個魏哲家其實甲我台中一種感覺啊吼，魏哲家就你啊講吼，我嘛是足謹慎吼，比如講像迄個美工啦吼，因是阮的電腦吼，阮68，伊86%吼，因即車吼頭殼吼，伊嘛感覺我足謹慎，但是台積電就是講伊今年的業績吼，用美金來算吼，相當四成的。一間公司哦，這種的迄個營業額較大，成長四成不得了啊！吼，對，所以真的是趁甲變貴吼，而且伊家己看吼，攏萬里無痕啦吼，就是講哦，迄規個伊而且吼，迄個魏哲家是非常，咱講起來吼，伊是非常小心的人哦。伊講吼，阮唔來去甲問阮的客戶吼，因落單落足濟，我講問客戶的客戶哦，比如講哦，伊賣有迄個回答吼 ，NVIDIA 啊 ，NVIDIA 的客戶就是啥吼，可能就是有迄個迄個微軟啦吼，還是迄個 Meta 啦吼，還是迄個 Amazon 啦吼，因則個問遮吼，恁是毋是有遮濟迄個需求？而且遮了吼，伊還佫有個人就講迄電是毋是無夠？伊還佫去問講，恁這到底你有夠無吼？有，所以講伊是真誒吼，做代志足小心誒，但是問題我甲你報告吼，有迄個美國有一間吼大迄個投資銀行叫做吼摩根大通哦，咱講做小摩啦吼，這個小摩吼就咧有因吼今年的5月發了一個報告，這個報告就是講吼有因本來就是吼預定佇2027年吼要開始吼運作的 AI 資料中心嘛吼，結果有60%無佇今年無開工。啊，無開工吼，還佫有6%吼，可能哦，唔知完全無可能開工。啊，是安怎？安尼就是講，實際上才有40%明年才有法度開工。做甲袂負錢。對，唔是袂負錢，主要是安尼。第一點吼，迄個申請迄個政府的迄個手續吼，手續有時間咧。另外吼，就是講吼，美國有30-40州的迄個居民。出來反對講做 AI data center 是安怎？因為這吼對用電、用水吼，迄造成吼，這講個主管的，就是講吼，大家攏講吼電廠好，啊，若叫電廠要去恁兜隔壁，你可能唔愛吼，這種的有這個問題，所以講因即馬吼要去 AI data center 吼，家己愛做家己的電源的迄個吼，比如講因家己做開始愛哦，迄個 Meta。伊有要起 AI data center， 伊家己愛起一個電廠，啊，這個電廠是吼，等於較緊的電廠是燃氣啦吼，就是用迄個天然氣吼，天然氣的電廠，燒加斯，對，燒加斯，啊，有的是用迄個fuel cell 吼，就是燃料電池吼，哦，這等於就是吼，電這是足大的問題，啊，即馬就是咱咧講吼。大家攏講 AI 吼無可能有泡沫啦吼，這才拄開始爾吼。蘇志峰講哦，這咱咧拍棒球，即馬才第2場爾，棒球攏總7場，還佫用拍到9局咧吼。即馬才第2局爾，你還佫時間還佫足長誒。這對產業誒吼，迄個頭前誒迄個前途來講吼，是非常正確誒講法。但是問題是吼，現實甲實際上吼有一個落差，啊落差的原因就是講吼，你這個有咱講的 infrastructure 吼，基礎的建築吼，可能無法度對着吼。啊，即馬變做吼，大家吼，啊而且即馬
碳太濟咧，你甲看覓啊！你若講我扭迄個吼，費城半導體指數吼，哇，迄起等於就是吼，迄個規個迄個以前的 K 線圖哦，摕起來看哦，足懸的啊，大家攏吼碳800，就是講摕較早入市的人攏碳800，啊，趁這個機會哦，但比如講吼，台積電吼，這個台積電是哦，大家看台積電哦，因為台積電是一個風向球，因為全世界吼足重要的迄個吼，咱講吼，迄個高級的迄個IC 的製程，攏是佇台積電。啊，佇台積電來講哦 ，TSMC 來講就是講吼，你規個吼 AI 的迄個前途，台積電也好，大家攏好，所以講以產業的角度來看是足好的。啊，這資本家就是講要求哦，不要緊，我可能愛先出貨出一寡，所以講就開始倒回啊，股市就一直落啊，落到一段時間，因可能就會去接了呢，你再個慢慢啊個起哩。所以講資本市場哦，大家要注意哦，就是講有足濟哦，所以都開始入市，這算做放暑假的概念。對，都開始入市哦，唔知影這個市場風險足大，市場本來就是風險足大的吼。你吼第一點，我的看法就是講吼，第一點吼，你賣吼等於就是要真正要投資股市，賣講算股市，愛講投資股市。投資股市，你就愛第一點愛長，第二點你愛個用錢啊，就是你家己的錢，你賣去信用，賣甲擴張，吼，賣甲信用，賣去借錢，賣去什麼融資啦，什麼起哩扣扣吼。吳老師咧講，你有咧聽無？這咱坦白講吼，這攏袂趁錢，會趁錢的人就是慢慢啊，吼，慢慢啊來吼。更久啊，就更久了。我舉一個咧啊，我一個朋友啊，買台積電的時陣啊，吼，80塊呢，80塊。啊，伊吼，伊算講，因兜有欠人無？好野人，真個是好野人。伊迄陣是吼買幾啊，差不多1、2千張吼，1、2千張差不多吼，1、2千張即馬來，1、2千張賺幾啊百億。啊，伊無欠錢啊，啊伊毋是講袂賣啦，伊陣賣去。無啊，伊是安怎？講這樣是真氣死人。我講互你聽吼，伊等於就是講吼，伊有當時有拜託迄個咱有代操嘛吼，代理操作，啊有本來找一間公司甲代操，啊代操吼給你一個迄個監管公司的戶頭，啊這個戶頭迄個代操，啊伊咧甲買2千張啦吼，啊結果無啊伊就是換迄個監管公司賣去，伊攏想講伊攏是講哦本來想講佇 A 公司，結果甲迄個監管公司換 B 公司，啊結果阮迄個代操的人甲問我，哇靠，你這個某檔的啊，你這聲吼賺幾啊百個，伊講啊，我賣給你，所以講賣給你就賺大錢。啊，這是安怎？錢根本就是攏家己的錢啊！哦，這是一個足極端的極端的。你會記去交稅未？哦，攏袂記去。對，我所以甲各位報告吼，要賺這種的吼，懷財袂肥啊！哦，懷財絕對袂肥吼，咱愛賺的是。正財哦，這較重要。好，這老師咧講有咧聽吼，但是我也就是要來請教張老師吼。有人種講法，就啊，總經理他所講的這種精神，有種講法就是講 AI 的應用啊，啊，佫無真正產生着產業革命，吼，所以呢，動能不足，敢是安尼來看？啊！你對，如果這個代誌是對的，是毋是咱適用在即擺股市的落去？哦，其實咱也想咧講，咱講 AI 的這個應用吼，其實伊進前較早進前 AI 的發展已經是較早進前已經2波啊，已經起個落來啊，即馬是第3波、第4波啊。哦，咱咧講為 ChatGPT 2022年 ChatGPT 開始來講吼，已經第3波、第4波。啊，即馬大家在咧講的就是講，即馬原底較早就是講我迄個晶片的性能無夠，算力無夠，所以大家攏講想辦法增加這個算力、晶片的這個運算能力或製程能力愈來愈強，啊，愈來愈高，計算愈來愈厲害。啊，慢慢啊，即馬變成講這攏無問題啊。哦，啊，毋過即馬咱大家咧看就是講，那咱即馬這 AI 除了所謂這開始跟聊天，即馬生成出
各種東西哦，照片、影片啊，咱寫程式有誒無，逐項功能攏慢慢會使。啊，毋過咱即馬咧看就是講，伊其實因為伊毋是真正了解咱真實世界，所以伊誒了解的部分其實伊是算幾率去算出來，伊的回答伊產生的東西攏是幾率算出來的物件。啊，所以變成講伊毋是真正了解。所以即馬就是咱若看即馬為決勝黃文勳伊即馬咧做的代誌就是講，伊其實當年的 GTC 大會其實攏互咱一個觀念，就是講，伊今年要釋什麼物件，明年要釋什麼物件，其實攏想講，其實要做的就是要做推出 AI 這個應用。像咱之前有聽過所謂數位孿生，哦，即馬後來代理是 AI agent， 哦，啊個甚至未來 physical AI。所以咱會當看伊，就是當年攏釋出來一個新的物件，啊，對伊來講，只要其中的一個物件真正改變咱所有人的生活，哦，像咱即馬看到講 AI 代理，即馬伊這運用愈來愈迄個廣泛啦。像之前朋友你講的，你嘛朋友嘛是養龍蝦嘛，哦，啊結果嘛是伊有法度會當做的代誌。啊，毋過嘛是有出錯的所在。市的放生魚。對，足濟都嘛。啊，毋過即擺看到就是講，伊的應用愈來愈寬，愈來愈濟。即馬來講，伊即馬佫無夠完全的普及，因為內底攏佫有問題。啊，就親像咱講的，伊只要講慢慢啊為即個方向去殺去行，有一天真內底其中的一個物件，總是會對。對，時間也到，啊，真正即個應用真正普及了後，改變咱的生活。規個 AI 這個發展就起來啊，所以在老師你這個觀念來看，這個股市還佫有得推哦。伊這個部分的應用呢，伊會讓你會讓看到伊繼續個殺這個新的應用出來。所以咱若咧講的，就親像咱咧回到不管是Jason還是台積電咧講的，因為咱台灣其實台積電是足關鍵的部分。你看的就是2030年進前絕對無問題。所以咱這關鍵的這個部分的物件。咱所謂硬體的製造相關供應鏈的這個部分的連接，其實在2030年這個部分整體的趨勢是應該攏無問題。5年之內啦，即嘛是26嘛，所以4、5年。4、5年之內。對。啊，秀明老師你安怎看呢？頭拄吳總經理講吼，因為朋友第一個買80塊對不對？買起去。我甲你講啦，放心啦，迄80塊迄30年前的代誌啊，你唔免講啊30年前的代誌啊。你剛才講吼，台積電去美國投資，啊，迄時陣就一大堆講什麼要變美積電啊，吼，美國要搶走台積電啊，迄時陣吼，差不多2020年差不多6當前吼，迄時陣就一大堆講台積電要互美國搶走啊，迄陣股價就一直落啊，所以迄時陣佇自由時報我就寫一篇講，即馬是台積電要去美國拍大聯名嘛，你也有聽我迄時陣。聽我的話，迄時買就好，唔免等伊30當前，免，你講迄時入去買啊，迄時陣我寫迄篇的時陣哦，股價剛台積電剛200幾塊啦，爾，啊200幾塊你嘛唔敢買啊，啊即馬2000幾塊，所以即馬佫落來，其實哦，即屆股價落落來的時陣哦，其實你會當看到哦，差不多分2項啊，第一個是迄個記憶體，哦，第二個是。非記憶體以外的大落嘛吼，但是非記憶體的吼，其實我感覺因迄是咧做面盲的。你看台積電伊今年差不多賺100塊出頭 ，EPS 啊，今年差不多台積電差不多100億左右啊，還是講100億，太超過。但是你看伊100億，伊的股價未超，即馬剛才存2003年，所以伊的本益比剛23倍，23倍秒。但是你看其他的吼。迄之前迄幾千塊的迄足濟，伊的本益比攏50-60倍呢，講甚至講有迄個根本就無趁錢的股價嘛，幾千塊呢。迄是真正我好笑。對啊，所以我咧講伊上來有迄個股價，迄是咧做面盲，伊用迄個未來，比如講28年、29年的 EPS 去算伊的錢嘛，伊的本益比嘛，伊靠我都出，但是你看含台積電加23倍爾，啊你講其他。伊上來我就，伊就是面盲已經坐到迄個28、29年去啊嘛，
所以這個太攏是迄種。但是另外一種是，我感覺記憶體是誤殺啦，伊是因為記憶體確實有影吼，到有一問題，我感覺是無解啦。哦，我是主要是我感覺是安尼。哦，所以是皮夾去達到伊的身軀就無說你個達到的。有時伊即擺就信心潰散啦，無信心嘛，導致人用太啦，因為你像話，因尤其記憶體哦，迄是看人頭前咧踢踢，緊走安尼。有時陣你看迄尤其韓國用槓桿吶，有槓桿的有啥物融資啊，講啥物啊？無因身高是有影真假。對，假了啊！你啊，股價落的時陣，你有時陣就像迄個戲院啊，講失火啊，大人都唱我咁要講因逃生嘛。斷頭啊，你啊，較屬於有斷頭的融資斷頭的，會加重它的跌勢嘛。因為你啊，剛剛伊個冠兄剛剛講，你字體袂高，我都高出來。所以你認為記憶體是誤殺？我感覺記憶體是誤殺，因為未來幾檔吼，我感覺記憶體嘛是，這才是無解啊。就是講，我是無感覺這個方案我都解決。哦。有經濟啊，你安怎看？嘛唔是講誤殺啦，吼！我感覺這個時陣，你講對4萬台灣的台北股市，就是對48000幾點吼，落來到即馬，今仔日是破4萬，大家若安尼算吼，其實嘛無算濟啦，吼，就是因為舊年大家若有印象，川普摕迄個看板，吼，摕迄個底下講，咧這邊貿易法幾拍的時陣，嘿，迄陣4月7、8、7、9，吼，大家應該有印象，迄陣是17300幾點，17300，起到48000，將近3倍，吼，就是將近要3倍，所以你修正到即馬安尼吼，其實你若講拍8折啦，吼，你若講拍8折，其實嘛差不多。正常吼，正常足儕人，你若看台灣的股市吼，那這種起遮緊哦，因為我看40幾年啊，起遮緊，你講拍8折吼，抑個差不多爾啦吼。你講台積電，其實台積電對2400瓦到即馬，伊嘛落無偌濟啊，吼，無超過10%。就是因為伊的本益比本來就無遐爾啊濟，所以這波修正的是迄種吼也無啥趁錢吼，但是大家一直喊起來，你喊起來，你若去看伊的本益比吼，伊攏講2027、2028我要趁偌濟，所以我即馬就愛偌濟，大部分攏預估攏估到明年個後年吼，但是迄種大部分我攏感覺吼，應該是這個時陣拄好修正的時間，拄好我總有講。講吼，做者 AI 要建設的物件，攏是因為包括你電的申請，吼，你電申請了，你才會資本的支出，你時間就會拖長，吼，拖長了，佮包括什麼？包括無錢，吼，包括你看今仔日，老 AI 的廣達，啥那會跌停？因為伊講伊無錢啦，伊要去發一個這叫做 CDS， 迄個發一個迄個產品啦，吼，就是伊要愛錢嘛。人看着講，哈，廣達起也無濟啊，係啊，欠錢啊，本益比嘛無介懸啊，本益比嘛才16、17爾，伊今仔日嘛是跌停，互你看，就是講。即馬對 AI 來講，吼，第一，你若因為你的資本支出，就是你的資本支出，因為你的電力申請啥，要投資，要愛電呢，對，這吼其實就是延長嘛，延長，大家看着講，你看，包括美國這的前7大吼，伊嘛攏無啥趁錢，這些公司個現金負的呢，現金你的財務報表公布出來，現金負的，大家講哈。公司內面無現金啊，所以股價一定愛落的。這邊是安怎美國的這個股市，咱拄仔講美光啦吼，因為記憶體內面大家攏全世界攏看美光啦吼。美光我會記你今年的正月初2，吼，你若去看美國的迄個美光的正月初2的時候，我會記你足清楚的，280塊，280塊。忽然間起到6月份的時候，起到咁要1100幾，夠好笑的，夠好笑的，超過安尼幾倍，4倍、3倍哇，3、4倍，吼，起到有要變到1200，即擺修正到偌濟？修正到700外，吼，修正到700外，最主要是包括韓國的海力士，吼，包括你講台灣做儕人講南亞科吼，本來舊年大家攏是毋是要扣無薪假？我講我親戚內面有人南亞。佇
佇哪樣科上班，舊年的年初啊，佫咧煩惱講是毋是會無薪假，因為公司20幾塊、20-30塊，啊用要無生理通做，結果即馬講哈，拼起你甲講，半年前半年已經賺偌濟啊，講今年有才調賺40塊，啊今年若40塊，大家講啊，若20倍的本益比，安尼毋着愛800，吼。啊，你講安尼是毋是有道理？因為伊講伊的毛利是73，吼，比台積電較好。但是我要講的是，即馬跩因為 AI 起來，吼，除了本益比傷懸，你的毛利、你的利潤是毋是傷懸？你記憶體共趁甲73%，有道理還是無道理？所以你是毋是愛調整？因為無遮爾啊好趁，吼，所以我感覺這邊落來，毋是講啊，這個黃仁勳吶、蘇姿豐，因是毋是傷碰風？哦，即擺才2局下半，其實每一年哦，無毋對，黃仁勳有將每年的 AI 的發展攏有定調，包括咱是毋是看到講過來人形機器人，是毋是會世界這個局勢？好，但是 AI 毋是因為這波的落價，就是愛調整。我的看法是安尼啦，我的看法是台灣啦、美國啦，吼，攏是11月要選舉啦，啊11月要選舉吼，股票起到遮爾啊懸，一定要修正，修正到困到吼第3季差不多9月份的時陣，啊再來準備選舉行情。台灣跟美國攏共款，攏是愛差不多9月份。這嘛是一個因素。嘿，這是一個啊，但是韓國的因素。那韓國哦，譬如講韓國 SK 海力士，你記得睇。哦，伊個落價安尼就要破去，啊是伊到底是他多四位所講的，就是伊投資太濟，所以一時間回收袂回來，然後完全對袂到伊投資的這個速度，是安尼講嗎？海力士 SK， SK 海力士吼，因為韓國本身這個槓桿操作了傷嚴重。吼，就是對，應該是講吼，對19歲到90歲吼，大家都咧選股票，選到吼已經傷超過啊，所以台灣咧講4代同堂這個情形吼，其實台灣發生的時間比韓國佫較慢，所以韓國已經提早發生講，大家攏借錢去選股票，即馬吼大家攏了解，唔知影明仔載要安怎過，所以足儕人講啊，連韓國的醫生。心理醫生大家攏起笑變成神經病，就是精神有問題哦，所以出冊甲大家講，你愛安怎面對這個危機。所以韓國所發生的這個情形是，包括講，伊本來認為講啊，這個科技啊，我是拼台灣會過，是安那台灣即馬起遮濟，所以因嘛後來居上，想要拼這個半導體，拼這個 AI， 結果拼一個全民運動，足儕人攏干那咧選股票，無咧做工課，結果這波修正，海力士想講我要趁這個時陣，迄敢若像 SpaceX 佇美國對無？我嘛想要搶錢啊，結果海力士嘛想講。我要去全世界搶錢，搶一個錢跋倒，搶一個錢大家攏倒，所以因韓國經濟本身，即馬少年人，即馬中產階級的人，這邊股票攏輸甲足淒慘的，日子攏唔知要安怎過。這是總體現象啦，吼。我補充一下吼，因為我即馬咧做國際投資機構的顧問吼，啊，我的客戶對美國啦、迄個韓國啦、吼新加坡攏有，伊最近問我一個問題吼。是安怎迄3間？我即馬咱講是迄3間，因為台灣吼，人也閣無法度像迄個美光啦、吼 SK 海力士、三星，無迄個技術啊，無像迄個技術。嘿，因問我一個問題吼，是安怎因遐無願意大幅的擴產？因講啊，這個問題是足有意義。其實你看伊 SK 海力士伊迄個會長吼，伊家己講吼，伊嘛無希望看到即馬記憶體吼。價小遐爾懸，因為你價小遐爾懸吼，你第一個死的是遐 PC 啊，啥物？你甲你的客戶攏抬了，你到邊你嘛會出代誌。其實對伊來講的話，伊嘛袂用看到伊迄個價小。我講本身的記憶體吼，價小遐爾懸啊，所以即馬但是這個問題足複雜的。伊就講想了因無要大幅的擴產啊，吼，這個問題其實是足複雜。但是即屆。估計想要落遐爾濟吼，主要的是頭拄有真正頭拄講的吼，遐一寡什麼少年股神，然後尤其韓國遐少年人吼，
迄規工啊，迄用2倍、3倍，什麼融資你到時陣你其實起海遐懸哦，這對規個金融的市場啦，還是什麼啊，其實迄攏唔是什麼正面的發展啊。我有看到即韓國黑社會老大嘛咧哭，講身家還咧哭啦，這為啥真慘啊？我甲你講者吼，其實吼，DRAM吼，我足早就20-30年前，我就實際上有咧買片。我咧公司迄陣我負責採鋼 DRAM 吼，賣 DRAM 的即個吼，伊的迄個景氣的迄個哦 cycle 哦。我已經經過3-4波啦，一般的以前的 DRAM 的起發，甲這波的起發完全無共款。我講一個例來講吼，佇迄個大概是1989年左右附近吼，迄個 DRAM 嘛起甲足厲害。但是迄陣 DRAM 第一點吼 ，DRAM 的市場還無遐大啦。啊，迄陣 DRAM 上大的市場是佇即個PC， 吼 PC 是 DRAM 電腦是上大的市場。啊，迄陣呢？一般的 DRAM 有兩種介紹，一個叫做就是原廠價啦，吼，原廠的吼，等於就是講，比如講吼，我是迄個 HP 吼，我甲迄個Samsung，迄陣 DRAM 主要吼，1980幾年迄種日本廠商啦，吼，Toshiba 啦、Hitachi 啦、吼，Mitsubishi 啦，吼，日本5大商社啦，啊，因這吼一般咧起吼，就是講吼，原廠的介紹起了吼有起，但是無起啊遮凶。哦，一般個起一個無起倍啦，吼起幾啊10%咧。但是另外一個吼，做一般咱講做 spot market 的烏市價，這烏市價就是吼，等於就是佇外口的烏市價起了足凶。我舉一個例，迄陣吼，DRAM的迄個原廠的價3塊美金啦，一粒 DRAM 3塊美金。spot market 的價錢是12塊。哦，迄是啥咧買？但是嘛是愛買我。所以講迄陣吼，我來講，若 DRAM 咧缺貨的時陣吼，咧做 PC 吼，我舉例吼，以前吼，等於有一寡做主機幫的啦吼，啊做主機幫的這個公司吼，伊買 DRAM 本來買足濟吼，買也伊免出主機幫，敢若賣 DRAM 就好賺。哦，啊迄陣吼 DRAM 吼，我講你吼 DRAM 迄個起價起甲足凶的吼。迄大家吼咧搶，有一屆吼，等於就是講，因為迄個美光啦吼 ，Micron 去告迄個日本傾銷啦吼，啊告日本以後吼，日本禁止吼，等於伊家己吼，家己限制禁止吼出口就是啦吼，因為出口一定要有經過迄個審查啦，審查。但是足濟吼，台灣的人吼，就走去日本的阿基哈巴拉。去阿巴拉去買，因為佇日本市場買是會使哩吼，買以後走去秋華灣咯，秋華灣阿基阿巴拉秋華灣買轉來吼，啊大家都知影哦，你這課上買轉來吼，我就佇機場佇遐甲你擋，啊拄來啊，因為迄種原廠的包裝嘛吼，啊因攏炸現金去哦，啊無就炸銀行本票去，當場就開始搞，我咧講DRAM要搞。咧笑是迄個，迄陣咧笑法是足恐怖。啊，即擺咧安尼咧笑。啊，即擺笑法吼完全無共款。為這家道你咧講吼，我起價吼，我無法度像因，你愛做記憶體起4倍5倍我起10%、15%都阿彌陀佛啦，你知吼？啊，因這波就是吼，缺了傷厲害，缺的原因就是主要吼兩個原因，一個上大的原因就是 HBM 吼。HBM 這個記憶體吼 ，HBM 主要是買互迄個甲迄個 GPU 吼，就是黃仁勳你就愛買這個 HBM， 因為安尼時陣吼，迄個GPU 的迄個運算的迄個等於迄個運算的速度吼，才有法度緊。啊 HBM 吼，伊一粒 HBM 的晶粒吼，迄個 chip 吼。本身是一般咱做 DDR 的3倍多，3倍，就是講哦，你要做一個 HBM， 就是要消耗3倍的迄個等於迄個 silicon 的吼 ，silicon 的迄個面積，所以講變做 DDR 迄個量就變到少足濟啦，佔去安尼，佔去吼，啊而且吼，即馬等於就是吼，我講你講以前吼 ，DRAM 上大的 application market 就是 PC 啦吼。啊，尾啊，一直漸漸過來就是手機啊，
哦，因為手機一年差不多13億，還是14億，哦，最近有落落來12億，這量足大啊，手機人出來，啊，佮過來一個就是 server， 哦 ，server 伺服器這吼，伺服器咱即馬一般伺服器分兩種，然後用我來講就是一般的 server， 然後一種就是專門有 AI 用的 AI server。資料中心的。那一般的資料中心，一般的資料中心吼的 server， 迄嘛足濟，因為你遮的手機啊有法度吼，比如講你要發 LINE 啦，還是啥物款，迄運作攏愛佇遐資料中心吼，啊你定伊條 Google 啦，啥物遐所有要迄個search 吼，要搜尋啊啥，這攏愛佇迄資料中心嘛吼。所以講，即個買啊吼，伊即用量吼已經超過 PC 吼，啊，甲迄個手機啊差不多。啊，即馬吼，即波來吼，規個第一輪的市場 application market 大概56%左右是一般的 data center 甲 AI data center。啊，即個態勢一直關出來。啊，為着我講因遮大廠就是想講吼啊，我個起較懸的吼，起較懸的吼。等於就是以量制價啦吼，但是實際上吼，這嘛是無法度解決問題吼。啊，迄陣吼，我講互你聽 Apple 的 Tim Cook 吼 ，Apple 的迄個頭家吼 ，Tim Cook 吼，就佇遐 complain 啊，佇遐報怨，就是講，恁甲我起甲遮凶着，啊，結果迄個麥康個就出來講講，阮咧了錢的時陣，你佫甲咱計小抬價，然後你即馬有啥物話要講？但是總經理，即馬看起來吼，中國的中芯吼科技，講哦，話伊出來一個中國記憶體國家隊啊。我講你中芯吼，伊迄個創辦人是迄個朱一鳴啊，朱一鳴伊本來就是做 NOR Flash 起來吼。啊，中芯那是講伊迄陣挖足濟迄個南亞的工程師啦吼，哦南亞科的工程師足濟因去遐做。中芯是電做吼，即屆吼，我講你聽，即馬咱來看，咱即馬實際上來看吼。記憶體可能是足濟人吼，佇迄個股票賺太濟錢的。你若看伊的本益比本來5倍、3倍攏有，哦，等於就是迄本益比足低。所以講我以前吼，甲朋友講吼，記憶體的股票吼是吼，你佇股市的送分題啦，等於就是吼，你等於就是送你即個包會賺的，但是你愛家己的錢買。就是一直落吼，你甲買吼，伊一定會起到轉，因為基本我咧講，本益比3倍，而且吼，愈後壁吼，伊等於迄個趁錢也是會繼續趁吼。你想看嘛？因為伊舊年的記憶體吼，我以前啲媒體有講過吼，啲舊年的5月度咧，人甲問講吼，媒體就講，DDR4是起真的啊，起假？我講起真的。迄陣吼，規個吼，舊年才4-5月，一直起到即馬吼，即個記憶體起到10倍左右啊，10幾倍。所以總經理，你來看中國即個記憶體國家隊會衝擊的。中芯吼，伊即馬就是講咱即來看伊的迄個今年廠的產能啦吼，伊差不多到年底差不多一個月吼，差不多35萬塊12寸的迄個晶圓。啊，即個量偌大呢？即個你來看吼。記憶體吼，三雄啊吼，上大的是三星啊，第二是 SK 海力士吼，第三是 Micron 吼，就是美光啦吼。啊 Micron 呢 ，Micron 到今年年底吼，差不多37.5萬塊，所以講中芯甲伊的甲伊的差不多吼。啊，但是問題就是講中芯的技術有較落，意思安怎？當然一方面就是。伊的迄個設備吼有美國有甲限制啦吼，所以講第一點吼，因為伊即馬就是 HBM3吼，啊無法度做，因為 HBM 有當時愛用較懸的，就是愛用 EUV 的迄個基台，啊 EUV 的基台是無法度入去大陸的吼，啊因即馬攏用 DUV 的基台吼 ，DUV 的基台伊愛做吼，比如講若要做較精細的，愛用咱講做 multiple scan 吼，哦多重的。曝光啊，吼 ，multiple scan 啊，這來吼就是成本較懸，吼，良率也較歹啦，吼。啊，中芯是我感覺安尼，即馬 Apple 吼 ，Apple 就是吼，自己甲即馬伊就是去甲迄個哦 ，Tim Cook 就走去迄個去甲迄個白宮吼，底下遊說講你要互我買安尼啊，當然麥康是足反對啦，吼。啊，但是中芯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講，中國。家己用的低潤量就無夠啊！伊生價都無法要拍
對啊，車價都無要安怎拍乾，但是要賣講，你若講要賣吼，迄個Apple， 伊絕對會賣，這是吼，伊等於民主之順來，對對。即馬不管除了 Apple 以外吼，Samsung 家己咧做低瑞嘛，要甲中興買啊，啊，因為 Samsung 的家己的手機啊，因為可能無共部門，因為伊介紹俗，有較俗，但是即馬嘛是，你想看嘛，以前攏了錢了甲稀咧咧吼，但是。伊即馬吼一櫃賺的錢，就是以前所有的了的吼，攏賺轉來啊。所以講這 DRAM 就是講吼懷財啦吼，啊，這個懷財吼，你要收會掉吼。其實咱台灣以前吼，台灣的 DRAM 吼佔全世界的產能，咱是佔差不多34%、35%，有夠強啊。但是台灣的 DRAM 的工業是安怎無法度，因為咱無家己的技術，攏是比如講吼。以前力基電是去甲米茲比西吼，甲米茲比西買的吼，啊，伊個南亞科吼，南亞科是足坎坷的吼，上早甲 OK 了甲 IBM 吼，因為 OK 無法度做 ，IBM 退出去找迄個Infineon吼，啊 Infineon 尾啊出來叫做 Q-Monda 來倒去，尾也找着 Micron 吼，即個 Micron， 所以講吼，台灣就是無家己的技術吼，啊無吼，啊你講南亞科是安怎才保守？伊無家己的技術吼，啊，要來甲人現，按講那種地條的啦。對，但是即馬有家己的技術啦，啊，即馬伊慢慢伊安尼修啊做，伊個 DDR4 吼，即馬這 DDR4 咯，咱佇迄個行業來講，叫做 legacy DRAM，legacy 就是講吼，等於遺產，等於就是講吼，即馬用 DDR5、DDR4 是先講較舊的，啊，這吼。市場無人做啊，Samsung啊無愛做啊 ，SK 海力士啊無愛做 ，Q 起來做，這有做日本人哦做逐業者利潤，吼，這逐業者利潤就是講哦，你比較嘛吼，這個利潤率啊，所以講哦 ，memory 哦，你免去煩惱啦吼，你估計吼，安怎人攏免煩惱，我講這是送分題啦吼，落價吼，比如講已經落價吼稀咧咧吼，這就是你去 Q 的時陣，但是。張老師，你有認為中國的國家隊會起來，甚至會甲美國甲創掉？因為拄搭迄個吳總的嘛有講嘛吼，因為伊的量基本上伊佇成熟制定的部分伊會起來，啊，所以咱來講就是伊迄個企業體的迄個三個公司 ，SK 海力士、Samsung 甲美光嘛，啊，頭前第一名、第二名，因的量是較濟。哦，可能影響嘛較袂遐爾啊，伊個制定相對嘛較先進小可。啊，美光即個部分來講，伊較有可能因為中國大陸個部分伊會先由於成熟個，啊，佮介紹佮較俗，所以啊伊個量慢慢起來，所以第一個拍到一定是美光即個部分。啊，毋過佇成熟個即個部分，就是講咱去講，就是講我即個制定吼消費性電子的即個部分的量，伊會先去影響着，所以。中國這個部分起來，咱第一個看到的是，比講這個成熟的這個部分會去受到影響。那指教他都總經理也講着，因為 DUV 講甲迄擺早日我看到新聞，我隨着請教徐文老師，講你看進前的物件，即有誒吼，咱喊誒罔看。張老師，你的意見呢？你講迄個 DUV 這個部分的部分，啊，其實中國伊其實是較早進前就攏一直攏講啊，我有在開發出來還是安怎？啊，其實因為進前較早，甚至佇去年的時陣，哦，甚至嘛攏報出來講，迄個中國華為伊的子公司哦，什麼宇亮生啊，三個彭新偉上面幾啊間，這個部分攏咧開發這相關的上先進制定的這個設備的這公司。啊，毋過即馬就是講，因為伊即馬即道看的是有可能有我都做出來。啊，毋過問題就是講，我做出來，因為伊做出來毋是講上先進的 EUV， 是 DUV 即個部分。啊，原底佇中國大陸伊就有 DUV， 哦，設備，嘿，因為原底較早未進前，因為已經都有入去啊，嘿，所以伊即個部分靠即個可能性會當做出來。意思就是講，起 copy 啊，因一定就是逆向工程，哦這個部分一定是有，迄個是有這個可能性的。啊，佮另外一點的部分就是講，因為我今仔日做出來是一件代誌，因為我毋是今仔日我這個新的設備，毋是干那講我做出來就會當隨量產啊，因為我穩定，我要穩定，我要調教，愛良率這個部分，甚至於講，
我做出來這個部分，我這個設備有法度穩定的當安尼做哦，因為我工廠咧做生產是24點鐘咧做。若是咱較樂觀來看，伊要對開始穩定生產，還佫要偌久的時間？其實像咱咧講的，像你也講真正ASML伊個設備，真正為安裝入來，真正入來到安裝好半冬，甲真正我要軟起來，真正會當穩定，嘛是要半冬的以上。所以咱咧看的就是講，伊今仔日即個設備，我今仔日量有出來啊，毋過哦，我會當變成一個生產設備的即個會當生產的即個設備。你愛看的是講，互伊去試軟，去運作看覓啊，一冬了後，看伊的良率偌濟，穩定性安怎？即個部分咱較來做檢視即個部分，吼，咱就當事後較過來看即個問題。免驚喺頭先啦，吼，來秀明老師。但是這 DUV 咧，我感覺伊這 DUV 吼，咱就其實我寫佇自由時報我寫過吧，伊講因要做28啊十幾個迄 immersion 用水的沉浸式的 DUV 啊，已經畫6檔啊啦吼。啊，即馬我嘛毋知伊即個伊講伊今年5台，明年敢20台，吼啊，佫講伊的關鍵元件是日本製造的。啊，其實伊講安尼我嘛看無，因為伊有講甲無講啊，因為你嘛是日本啊，你嘛知影美國甲日本就好誒，到時陣即馬你日本嘛配合美國誒出口管制，到時陣伊也甲你囥佇實體清單，你即個國產誒，就甲迄個啥物C919講伊誒飛機共款啊，伊個內面誒關鍵誒零件攏是外國貨，啊人啊伊甲你進誒，你即台國產嘛是無拄着共款問題啊，哦，我是感覺嘛是。其實這個問題我是無看好，伊講伊做出來啊。啊，對這開始來看起吼，美國對着中國這個封鎖到底是有效啊無效？有人講，你都反效果，你以為即擺你才會講 B300這個晶片哦，去查到啊，你這吼電腦來招書啦，創啥？你看咱最近的這個竊盜案件愈來愈多，啊，這是。管也好，無管也好，到底總體來講有利也不利？我先補充頭我講的吼，這個中國的中芯吼 CXMT， 伊即擺低潤的製程差不多佇16奈米，16奈米，嘿，16奈米啊吼，16。啊，迄三間第一線的美光 SK 海力士，伊即擺主要賣吼銅矽差不多13，這兩個差不多差4檔，吼啊，伊但差一代啊。差不止一代啦，因為伊即馬差不多伫EY 甲 EZ 中間，啊，因即馬咧賣吼，迄三間即馬因已經即馬咧賣已經到1B 啊，就是 XYZ、ABC， 哦，你有擱細一年啦，嘿，已經到因即馬迄三間吼，即馬量產的差不多是1B， 啊，因即馬咧做1C， 甚至咧研究1D 啊，就是你研究差不多11到10。迄個奈米的低潤哦，這是第一步驟。所以伊差不多中芯差不多比咱的南亞科哦，差不多領先差不多1檔，比南亞科好一點點啊，難點啊。啊，另外一個就是補充，頭先主持人問的問題吼，我感覺吼，咱的國安法吼有一項代誌吼，我感覺是愛修理，伊愛修改吼，就是講。咱看即擺半導體晶片的切面吼，其實你有看到呢？第一個就是講東京威力科這項代誌，第二項是最近較發生的，就是講吼有迄個鋼鐵吼，啊，迄個一個富力個半導體材料，啊，結果吼看到講竟然甲尹清楓共款吼，講相關的人攏死了了啊！吼，這幾工的這款代誌，所以我感覺有一項代誌，咱看吼國安法的。因即馬起訴這半導體的晶片吼，攏是根據國家安全法第3條，就是講咱已經核定是關鍵的機密，結果你提去境外使用，哦，佇台灣的境外使用吼，你就用第3條來起訴。但是咱即馬有一個問題吼，就是這個第3條其實我感覺伊定甲無好。伊無度去分吼，來偷的人到底是中國還是日本，還是講，就是講，因為吼，迄其實有差，你知影？譬如講吼，
咱就好誒，咱比如講我甲普林大哥就好誒嘛，對不對？但是咱較安怎好？哦，咱有時陣有一寡為了方便，還是講安怎嘛吼？可能你像這節目有啥機密誒物件吼，你無小心，咱咧開講誒時陣就甲我講啊，假使用這個方法，你甲你誒節目誒機密甲我講，甲共會講，你感覺迄個罪責有共款嗎？其實無共款嘛，對不對？你若講共款是物件，因為你像看東京威力科哦，迄是長期迄做生意做足久啊，幾十年啊，日本嘛，甲咱足好誒嘛。為時陣哦，伊是為着伊方便，比如講伊可能要安怎啦？講哦，拜託，你也按照迄個正式流程吼，迄個簽啊總經理啊，你看我老甲我講，即恁即個機密甲我講，啊遐爾麻煩啊，咱交情好啊，咱朋友佫做遐，你講啊，三不五時等下佫出去食飯，安尼你甲我講一寡物件，安尼我落來因為甲我當作共匪，甲我起叫做，咱的第3條是無分共匪甲日本哦，就是講美國啊，假使即個台積電機密資料留去美國，還是留去日本，甲留去中國，咱第3條攏規定安尼，啊，處罰第8條，第8條就是5檔以上12檔以下。你看我誒手棒，就是講第8條就是安尼處罰。但是吼，咱莫講頭拄我講哦，其實你講留去美國、日本，甲留去中國那邊，你看東京威力科迄小可代志哦，為着伊要做生意嘛，無到時伊就講你就規用迄個圖案秀互我看就好啊！我其實東京威力科伊迄陣嘛，因遐個人嘛來都因遐個人為着要省時間，所以較安尼。甲迄個死人誒講啥物？甲以前攏共款講啥物？竟然即擺要偵辦講伊上線攏死了誒，迄你感覺迄敢有可能共款？另外一個項就是，比如講第2條，咱的國家安全法第2條，你第2條吼是咧辦啥物？咧辦佇外國的人來佇台灣咧發展組織，就是以中國來講，就是咧共匪啊，來遮誒成立一個組織咧反台灣的政府，外國哦。第2條就足清楚的規定哦，講你啊，假使伊第2條伊是寫大陸外國，對不對？但是第7條，你看我的手辦哦，第7條伊的處罰咯，伊是有分的哦。你啊，假使你是，譬如講你是佇為着美國、日本發展組織，甲你為着大陸發展組織，你的罪是無共款的哦，這較合理嘛，對不對？你看迄個中國3不5時就佇外口，你外口伫遐說。你感覺你若講像即擺的看法，你就知影第2條愛分中國甲美國愛分開，但是咱的機密8條之間根本無分的，所以我感覺這個內裡就是你。但是就商業倫理來講，其實都袂當涉密嘛。對嘛吼，對，所以這是適用的這個法條無共款，應該愛分，就檢察官咧起訴的時陣愛分得清楚嘛。對，就是像阮第2條就足清楚啊！你發展組織，你有分，你是替中國還是替美國？你罪行無共款，你攏犯罪，但是罪行無共款哦。阮會列出來就是講啊，大家開始要注意講這項代志哦，不管因為咱有人伊聽到，有人伊傳播，有人安怎哦。但是最後時間我留這個舊經濟啊吼，美國的違反出口管制最重會當判20年，即擺現行的制度以貿易法。背信甲偽造文書來偵辦，咱是毋是愛制定科技出口管制專法啊？就是講，不管你是倒一個。其實吼，台灣這個問題非常的嚴重，尤其是吼，私底下同中國咧偷台灣的這個高科技的這個晶片也好，個高端 AI 伺服器這也好，大家看到講一間40-50塊起到500幾塊的迄個青雲，伊就是用靜任落任的總經理啊，伊去偷這個 AI 高端伺服器啊，結果一旁人攏受壓。
啊，若去用殺掉了，因就像拄仔徐平講的，就是我唔知，吼，這無我的代志。啊，我嘛要去用問哦，問講啊，你有熟悉對一間吼，會當買什麼物件無？其實因為台灣會去中國有參中國嘅遮個科技公司，你講包括長興科技，長興過去做這種，即馬個還佫做這種台灣的這個。